其中一跑車失事撞向燈柱，司機當場死亡，而另一架跑車司機冇受傷，就停低下車。司機出來看見兩名男人被車捐得四肢手腳扭曲變形狀，甚痛苦。司機立刻上回車入後波，將兩男再戰一次。在以前，中國如果車死人，賠償是一個定額，但車傷人就要無限期給予醫療費。於是司機一再錢過後，並沒有下車就開走了。由於小明被撞上行人路面，動也不動，得以幸免於難。當時的馬路是大街入小路，雖然夜靜，但整整10分鐘也有超過10架車經過，無車輛願意停下和報警。其中有2架更不小心剪過兩男，也沒有停車，情況就像剪過已死的貓狗一樣。原來兩男還沒有死，只是身體80%骨骼被剪碎，命懸一線。沿途有20名路人經過，未低頭看過一眼，卻視而不見，無動於衷，拒絕伸出援手。兩男躺地痛苦呻吟。後來終於有幾個男人走來蹲下，看3名傷者，對2位已經奄奄一息的男人拿出急救藥箱，應該是一早知道有備以來，但不是來救人。見他倆反正快要死，打算將2男的眼球用鐵匙羹活生生挖掉來作販賣。由於他們沒有耐性等待傷者真正死去，唯有活生生活挖眼。2男雖痛苦，但已無力慘叫。惡人自有惡人磨，呼叫聲越來越弱。3男手法乾淨利落，不消3分鐘，4個新鮮眼球已被挖走。撞車司機由於面部嚴重潰爛，眼睛已不能用，而小明眼睛已係也不用，要不然收穫會更豐富。3人走後不久，有少女駕電單車來看，少女停下車幫忙，終於有位正義女士，她跑去報警並留下車護未拔起的車匙，但原來跑車上正有小偷趁火打劫，剛偷完司機遺物，現有電單車停在馬路，更插進車匙，就連車順帶駕車速逃。可憐正義少女被偷車後聲稱以後不作好心人，難怪現今社會好人難做。在這裏，就算你在街上見到老人暈倒，也不敢扶起，因為這一碰，他可能會把身上的傷全歸你弄成。幫人反被屈，在利益面前，道德和良心已變得不堪一擊。要求財就索性欺騙自己，不要去想。張國管理的廣東省只顧為經濟增長歌功頌德，人性被金錢蠶食，拜金主義盛行，人人逐利變成了人人互害。在廣東各地有住不少拐童和販賣器官集團。紅鷹俠的出現令每一個人也死在他的刀下，拐走小明的集團也不例外。大屠殺那晚後，所有小孩被慈善機構接走，更幫助他們尋回父母。所有犯罪集團得以全軍覆沒，未組織起的也不敢作惡。他的出現令嚴重犯罪率接近0，但他卻來遲了。警察來到馬路邊處理傷者，因此驚動途人，圍觀民眾越來越多。剛巧路過的黃夏看到傷者竟然是自己兒子小明，小明還未死，但卻已被弄成這樣子，2男就傷重死亡。至於肇事跑車司機，事後逃到江西，一度堅拒自首，對於被他剪得奄奄一息的3人，顯得漠不關心，直言：我諗佢做乜？佢哋又唔係我個仔，換作係你撞到人，你都會跑。佢行好啲點會撞？有記者致電肇事司機，多次對話後，他語氣慌張，但用字輕佻，沒有丁點悔意。我都有損失，我呢幾日着草開唔到工，被老細雞攆咗，駕車又壞，都冇錢整。他最後也因為社會關注、群眾壓力下到派出所自首。黃夏這幾天也以淚洗面，在醫院還未死的小明，令胡家百上加斤。面對生活和醫療費，親友們已經借無可借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2個月後更不好運的還在後頭。孖生兄妹的男嬰3歲小偉，左眼有腫瘤，已看不見東西，惡化得很快。因化療無效，必須作摘除眼球手術。
只有3歲的小偉看見母親天天淚如雨下，原來母親在他面前瘋了右眼，他就用手去摸，再裝作看得見。其實他已經早早看不見了，只是不想父母親傷心。但做手術，醫生又要收紅包，胡玲也給了。豈料醫生竟錯誤將小偉健康的右眼摘除，從此雙目失明。醫生沒有認錯，死撐說右眼也有腫瘤。誰都無法相信腫瘤會在短短數小時在兒子健康的右眼出現。摘除也沒有跟我商量，你當家屬全是白痴嗎？應該移除的左眼卻依然存在，一樣要摘除。其實醫生是無心之失，但竟然厚顏無恥，說還要再討紅包。就算自己有錯有內疚也好，他只覺得每一次動刀都應該有紅包。胡玲紅包不會給了他無數重重拳頭，打了醫生一身，自己最後被關押。雖然這種罪行不算嚴重，他判了3星期監，但10日後就有一名大人物要接見他，他先被一名叫程遠志的軍部高層接走。他上了一輛薄畫黑色房車，能夠令在獄中說走就走要見的這個人肯定不簡單，莫非是他？辦公室門打開，很久不見了的弟弟張國坐着。大哥，好耐冇見，坐低先。胡玲很難以置信，點解你要救我？我哋呢個家你一早已經唔要啦，你一定唔會因為想見我咁簡單。